君君你怎么？我说老师我就倒下了。很担心，如果点滴中放松自己的话，就是不是我心目中的我自己。大家的情感都非常好，哭也在一起，笑也在一起。我知道票很难抢，我们也不会只有一部《新龙门客栈》。不管你们在哪里，我就在这儿了。大家都来吧，老板娘好酒好菜准备着。终于见到最近最火的2位顶流 CP 了哈！不瞒你们说，跟很多网友讲的一样，你们俩在我手机里转圈圈，已经转了不下有半个月的时间了。虽然很熟悉，还是请他们俩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陈丽君，我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饰演的是贾婷这个角色。欢迎君君。大家好，我是李云霄，我在《新龙门客栈》中扮演的角色是金镶玉，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其实2个人最近来讲，在这个网络平台已经是相当之火了哈。我们都说新的剧种的推出非常适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那对你们2位主创来讲，你们觉得这2个角色对你们在把持和表演的过程当中最难的点在哪里？君君。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最难把握的是一个城市化和环境式表演的分寸的一个把握吧，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环境式的，所以它会跟观众距离特别的近，然后就会要求你的表演更加的真切。但是我们戏曲舞台上它是离不开这个4公5法，这个城市是必须在的，但是就是你要把握这个中间的这个融合的分寸，你不能就是完全脱离，但是又不能就是完全是城市。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这个度，这个分寸是最重要的，分寸感的拿捏。对，云霄觉得呢？还是一个人物的准确性吧。就尤其是我饰演的这个金镶玉，她的角色是一个客栈的老板娘，也就是说是一个商人。但是呢，她作为江湖儿女，她的这个江湖在她的这个客栈中，她要去承担的或者面临的各种不定期会出现的情况，需要她做出很多很及时的反应。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一段哈，就是一袭红衣的老板娘，一个转圈坐在了这个客栈的酒桌上。这个时候从屏幕前面伸出一支玫瑰花，我的感觉应该是现场的观众随机递给你的，你很有互动感的拿过了这个花，对着镜头有一个眼神的回应，接下来继续一转，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了。所以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出现和观众这样的互动？对，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式客栈要求我们演员具备的一个能力吧。就是因为当你走进这个客栈的时候，这一片江湖上的故事它就发生了。所以我作为这个角色，作为金镶玉，在这个客栈中所做的每一个反应，包括这是客栈的就是客人给你送的花，那你作为金镶玉该有什么真实的反应，你就得是那样的随机吧。这也是和别的一些我们以往排的一些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种体验价值和观众及时的一些反应和我们即兴的一些表演，这个碰撞出来的一些火花和产生的一些剧场效应，是或许也是后来被大家喜欢或者说认可，对认可的这个也很特殊的一个点吧。其实这个所有的网友包括观众对你们俩的点评我都觉得特别到位。比如说对老板娘一袭红衣说是风情万种哈，美而不俗，媚而不妖。而我们的君君呢，本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儿家，结果一转身变成了一个儿郎的身形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你们在回味自己表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去关注一下观众、粉丝、网友的反馈？观众其实也会对你的人物进行一些剖析。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也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就是观点上吸收一些自己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点，然后又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我觉得是还是蛮好的。偶尔有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一条，你觉得很好玩，也会有进行一些互动。我是反正以前就是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很要看自己演的视频，就它不是自恋，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作为演员在台上，实际上演的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你照镜子的这种方法其实是很有用的。还有就是观众的留言或者说大家的一些观后感，其实有的时候是会给我们一些动力的。比如说每一场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台上表演的着重点产生的一些即兴的调整它是不一样，会发现有一些观众他会很及时的感受到，哎，我今天哪里是做了调整和改变的，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很呼应的这种感觉，我演的你们都看懂了，这个时候作为演员就是很欣慰，然后也很高兴，对，就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啊。你们俩是同学，是一块儿学的戏啊，一块儿从学校毕业，一块儿进的小百花。最开始的话，君君学的是花旦，对，那后来怎么是转成的小生？当时是小百花和这样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创办的这么一个委培班嘛，演员老师陈一娜老师，然后跟我商量，你要不改小生吧？
那时候学花旦学了多久？3年多。当时我就是没有觉得自己花旦有啥特别不好的，可能当时没有一个专业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这个长远的未来嘛。然后我们老师也是其实挺尊重我的，他跟我谈了3次，然后第3次呢，他可能就是按照他们的眼光，确实觉得你将来演小生发展能够更好，然后他就替我做了决定。那我在当时呢，因为老师跟你谈了3次嘛，那你肯定其实引起重视的，对，引起重视的。后来呢，我就是也尊重老师们的决定，当时内心呢也不是那么的愿意，对，但是也是尊重老师，相信老师的眼光。然后那这样的转变难度会很大吗？你开始那么抵触？肯定是难的，因为相当于你现在造了一座大楼，然后你要把这个大楼重新推倒，改变习惯是很难的。我当时去报考小白花班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自己考不上，因为我学过了，我已经有3年基础。他当时要求就是我要白纸，那我有3年花旦基础，相当于我会把这个楼推倒，然后再把这个地基重新打。但是我很幸运，就是我有很多好的专业的老师，他们很严格，又很爱护我，就是把我从最基础的小生开始重新就打造。我特别好奇的是，比如说这样的转变具体到某一个点，比如说原来花旦在唱腔或者是手势上是怎么样的，转到小生之后，这样的改变要克服哪些问题？惯性、幅度。就所有的，比方说你花旦，他们花旦可能兰花指是这样的，那你就不能这样跳了。然后兰花长这样子，一开始我们金昆打底嘛，肢体上会往张开的更多，比方说这种五云手啊，然后虎口，就是我们老师给我的要求是，你可以矫枉过正一点，你可以先走出去，然后我们再把你收回来，可以夸张一点，对，可能先把自己这个步调改过来，对，先把自己的基调给改过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些规范，你可能要用一定的数量去改变你的质量。所以说这是还是要背后花出很多的功夫的啊。对，云霄恰恰相反，听说你开始学的是小生，后来转的这个花旦，为什么？对，招进去的时候，因为也比较瘦小嘛，当时，然后就是一开始进去就是非常自然的就被分到了那个花旦组，大概是学了2个月。女小生的这个行当就是很难，她需要对演员的要求会很高。当时呢提出来的要把我改小生的人呢是毛维涛老师，因为当时就是毛老师希望多出一些女小生演员吧，然后当时是觉得我的综合条件还是能跟得上学习的速度，肩膀也平平的。他给我讲了一句特别通俗的话，他说我像王君安老师的小时候对，然后呢他就把我改到小生，然后呢就跟何君君一起在小生组，所有的基本功所有的基础打的全是小生。等到要开始学折子戏了，比如说花旦组开始学游园，昆曲的游园杜丽娘，小生开始学林冲夜奔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谈了，就是觉得什么呢，觉得我的脂粉气太重，就是我骨子里的，如果我继续演成太娘了，就是女小生如果太娘，她就是不够高级，立不起来。对，或者说我如果再走小生的发展路，它不像我再走花旦，就是给君君的那个意见人，你走花旦你可能会走的更好。就是我们经常后来有的时候开玩笑的，哎呀，我要是当时唱小生，我现在应该是在演什么角色了吧？对，我要是他如果演花旦，那我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就不知道在演什么。对，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次汇报演出的时候，是我跟现在那个我的同事青青，然后那个时候我演的柳梦梅，她是杜丽娘。我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是2个女生在演，就是老师们的眼光还是很准确的。他虽然对我是寄予期望，希望我也能成为小生，但是就是你一个演员，最终你的气质、你的综合条件、你的能力，就是更适合什么，这就是对戏曲要求很高的地方。你不是说你能把小生那些动作基本功打好就行了，不，它还有你本身的适不适合的问题。对。但是呢，学小生的这么1年半的过程呢，给我带来的这个东西，它更多是利大于弊的。虽然说直接就小生那个准备去学林冲夜奔了，突然让你去演杜丽娘的，那真的就是也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陈一娜老师，就是暑假寒假他们就决定了，我就记得是他直接把我hold到他家里去了，然后因为学校都是放假的状态，1个礼拜之内，他把我们当时的这个花旦的声训老师张志宏老师，浙江昆剧团的老师，然后把他直接叫到家里来，在他家的走廊，然后教我那个花旦的台步手该怎么放，那个花旦台步怎么样，反正就那个假期过后，然后开班的第1天汇报一下这个寒假里面把你教会的这些一招一式，然后就直接学的昆曲的这个杜丽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对你们的指导和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他就是引路人嘛。对，刚刚
在你们聊的过程当中，感觉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会有很多啊。其实很多网友也很好奇的，在屏幕上这么默契的一对 CP， 平时私下里生活当中的交往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大多数在剧团里面工作都是吃住在一块儿的，这样一个剧团的生活模式，让大家的情感都非常好。其实我们私下关系都非常的好。对对，因为就是像我们工作其实挺忙碌的，一年可能4季就是跟家人时间待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少，但是基本上我都跟同事在一起，大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吃苦也在一起，开心也在一起，就是哭也在一起，笑也在一起，不单单只是说我跟云霄，是我们整一个集体，就所有的老师辈啊、青年演员，真的都是同甘共苦，在做一个事业，在为自己的舞台付出，是这样的一份情感。所以对于粤剧演员，包括许多的戏曲演员来讲，能够走到台前，远远不止10年这条路这么短，要有很多的付出，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呈现出这样一个好的画面。包括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之严苛，因为我曾经听这个毛老师说过，君君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练戏练到低血糖晕倒在了现场，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去有这些基本功嘛，那就是你要付出实实在在的这种训练去的。那我必须在演出之前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之前可能年纪小也不懂得怎么太科学的去训练，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卯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带着点脑子。对，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自己也不太懂得照顾自己，然后练得太猛了。教了我一遍之后，毛老师呢就跟你讲课，讲啊，然后我想告诉他老师我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又没找到那个气口，然后等到我老师发现我已经就是有点不舒服，他说君君你怎么？我说老师我就倒下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对舞台就是有敬畏感，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好的储备好，然后走上舞台去面对观众。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要积累到能走上台，你可能要10年、20年、30年，但是你要放松自己的话，可能10天、半个月、1年你就没了。所以我就是很担心自己，如果点滴中放松自己的话，我就可能就是不是我心目中的我自己了。这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标杆和要求所在哈。包括云霄，大家都叫你水袖公主哈，10米长袖这甩就去练，也不是1天2天就能练出来的。我们戏曲的这种程式化东西都是老祖这么留下来的，你必须得是日复一日的练习，它才能让你达到可以让你在台上每一下都不出错。其实这个呢也是就是老师的要求还有自己的要求，同样都是收水袖，你10下里面你可能有1下是挂在下面的，那你就会打折扣。可能每个阶段的努力方式不同嘛，就是小时候你在那个阶段你就是应该去那么去努力的，就像又到我们现在，你可能努力的方式不仅仅就是只是在练功房里那种方式了，你到了这个阶段不再是说你水袖呢收得好1-2下，比如说水袖他要你收在那个情绪的点上，他认为你该收的地方你得收，而且认为你该收的好的地方你就得收得好，不然观众看着难受，你自己演的也不舒服。我们的职业是演员，戏剧它的这个魅力一定是讲生活讲人的艺术的，如果你不去多去思考，多让自己多去沉淀和积累的话，那你的能力也是跟不上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热爱是最为基础的，当然热爱能抵岁月之漫长。对，这个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作为演员，刚才云霄也说了，他必须要拥有很强的一种多方面的一种素质，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走出去看世界，但是要回归到我这个粤剧的舞台上去反哺于它。说得特别好，尤其是现在90后的粤剧演员，现在粤剧的传承和发展的担子已经传到了你们的手里，有没有感觉肩上的这个分量会跟以前不一样？其实我选择做粤剧，当时并没有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因为它美，我只是因为喜欢，我只是因为那份很纯粹的热爱，我走进了这个世界。那当我在这个里面之后，我可能才明白，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是这样的。那么我已经身处其中了之后，不管说这个观众是不是有很多或者什么，不管你们在哪里，我就在这儿了。更何况现在有那么多的更多的人在关注，就像最近一样，过好当下，做好你当下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专业了。好，说得特别好，这就是价值所在。对，最后请2位用简短的2句话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新龙门客栈》这个剧目。首先我相信有很多人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新龙门客栈的一些小的片段，欢迎你们，当然我知道票很难抢相当难抢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也不会只有一部新龙门客栈，我们会在将来的日子里创作出更好更多更好的作品，但是在票很难抢的情况下，也希望你们能够努力的来到现场看我们真正的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表现。
云霄。就是大家都来吧，老板娘好酒好菜准备着。好，谢谢，再次感谢二位和我们大家的分享，谢谢，也期待着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这部新龙门客栈。